大家好，又係3A Design Leo。咁我知道啟德嘅啟悅苑嘅朋友就嚟攞鎖匙啦。如果你哋嘅居屋嘅廚房想做到私樓咁靚咁好用咧，其實就好簡單。而家咧就嚟睇睇我哋嘅高端樣板，同埋聽聽我嘅專業嘅設計師嘅意見。專業嘅事揾專業嘅人士去做，最怕自己搞一大輪又冇效果，嘥錢嘥力嘥時間，到時就後悔莫及啦。而高端嘅廚房咧就包含有咩咧？就係一啲標煙嘅家電啦，呢啲咧就係烤蒸焗爐。呢啲咧就係一個標煙嘅水機，如果大家中意飲杯茶嘅，呢啲設備係非常之好。咁同埋咧，呢套廚房咧就全部配置晒一啲緩衝嘅拉籃，全部都係不鏽鋼嘅。咁啲雲石台面啦。咁嚟到呢個度啦，呢度咧就係一個拉籃嘅儲物櫃，擺晒乾貨、水啊、薯片啊，乜都得，乾淨企理。OK， 咁嚟到呢邊左手邊啦，就有一個標煙嘅雪櫃，下邊咧就有一個冰格嘅，咁全部都係標煙噶啦。咁如果大家睇一睇呢個整體效果咧，非常整潔、乾淨企理，非常高級啊！咁亦都配晒燈帶噶啦，上邊咧就做晒油壓，全部用德國配件，緩衝嘅，配埋玻璃。咁我哋嘅設計理念咧，會按照你哋嘅生活習慣啦，同時對應現場環境去做出一個完美嘅方案俾大家嘅。咁所以咧都比較貼心啊！咁啟悅苑嘅業主唔好諗咁多啦，記住揾我哋3A Design 做一啲設計，我哋設計師絕對幫到你。如果中意呢片，記住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thank you，拜拜。